大家好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娛樂無窮啊！我話同大家分享下我話呢兩條錦鯉啊，養咗年幾啦，年鬆啲都冇2年。買翻嚟嗰陣時咧，手指尾咁大。而家咧金色嗰條咧有成隻手臂咁大啦，有超過20寸。白色呢條咧，銀色呢條咧，我諗有15、16寸。買翻嚟好細條嘅啫。估唔到一年幾大得咁緊要。所以話去旅行去得耐唔得啊！掛住條魚一金一銀。原本有4條嘅，2條上咗天堂。咁係嘛？又唔使理咁啊，幾得意嘅。